好好睇啊！整好睇啊！好睇啦，獎門人，因為咧最近我哋一做翻獎門人嘅時候咧，係我聽到個消息嚇乜嘢？點樣㗎？咁激動啊！跌咗啊！嚇！係啊！嗰啲電話騙案嘅數字跌咗啊！我哋都知道啦。嗱，就係咁㗎。係。我一做咗個節目之後，有嗰個過，當中有一個打電話要講自己嘅名啊，係嘛？好啦，以前咧我哋睇翻啦，過往咧咁多年嘅電話騙案數字係咁多㗎。咁啊，經過獎門人之後咧，我哋電話騙案數字去到咁樣喎。點解會咁樣咧？係啦，因為咧以往咧，我諗可能大家都試過啊，突然間收到個電話，喂，表姨啊，你借3000蚊俾我得唔得啊？咁樣。咁啊，好多人咧都受到咧個欺騙，咁咧就，但係喺我哋嘅節目開始咗之後咧，好多人好醒目啦，一聽到佢話，喂，我係表姨媽，咁聽電話嗰人即刻講啦，講全名，一講全名佢即刻現形啊！你明白嗎？嗰個數字咧一路開始下調啊！唉，咁我而家咧就出去出邊咧就多咗好多小朋友，一見到我咧都同佢講，張文人，講1、2、3啊！做咩嘢？做咩事啊？我話好。1、2、3，佢即刻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多到還，跟住就獎品係啊，邊有啫？神急！咁咪上嚟玩嘅朋友咧，一班癲一班喪嘅，係啦，咁啊請第一班癲嘅出嚟先好嘛？我有請癲嗰一批，嗰邊 TVB 等陣起，好似我哋嗌得好有氣勢啲喎。好，嗱，準備啦，1、2、3，豬咪咪示威。有咗呢3個，我都唔知啲對手點算，都得㗎，頂得住。有請我哋博樂街隊，係啦，點解本精神大號型，一路行過嚟，一路行出嚟，行出嚟。我哋有個隊名，我哋個隊名就係博樂街。OK， 今日班長，我祝你今晚遊戲。1、2、3，開始！超級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多到暈，睇得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超級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多到暈，睇到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超級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多到人，睇到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超級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睇到暈，睇到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好快㗎啦，真係唔快。平時鬧慣人啫。呢個知味你犀利啊！呢邊 DJ 嚟㗎，博。好簡單嘅啫，嗱，你行先，如果係慢咗咧，其實你只係一個頭衰家啫，冇乜所謂。冇咁講啊！有信心嘛？好嘅，軒仔，啊，你睇第2門啦，OK，嚟1、2、3，開始。超級無敵獎門人獎品多到暈，睇到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超級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多到暈，睇得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超級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多到暈，睇得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超級無敵獎門人獎金獎品多到暈，睇開心又過癮，最啱細路人大人。係一個非常唔流利嘅版本，含糊到不得了。係啦，如果大家覺得阿 Bob 呢一隊應該贏嘅，請鼓掌。夠都有20零30人嘅，唔錯唔錯，幾冷淡嘅掌聲啊！係好，如果覺得咪咪姐呢邊贏嘅，請鼓。未講完，報告，除咗嗰20零30人全部鼓掌，冇錯啦。咁啊頭先咧，雖然咧就俾咗掌聲啦，第一個環節我哋就係咁啦，打和。咪咪姐嗰組係慢咗少少，但係現場群情洶湧，相信打和大家都冇異議。冇聲，啪啪啪啊！又係我哋啪啪啪嘅時候啦。咁啊，但點解我哋多謝金城師傅先啦嚇？唔好謝。今次我哋團點樣玩？紅衣左目。哇！張哥話好好壯啊嚇！咪咪姐，你先啦，預備開始。快俾波鞋。 ，good，一隊賤人2個鼻屎3粒人奶1杯4你個人咁唔貪心嘅，你收飲就算啦，係咪先？太多啊！即係好似壽司咁一件咪夠啦。好，俾觀眾睇，俾觀眾睇先，俾觀眾睇先。哇，Bobby 啦，飲少啲牛奶好啊，Bobby。我有個姑娘喺度添。有醫生啊！姑娘喺度，我冇飲咁多，因為一陣間翻嚟又係你。
定先。係啊打底，打底引為敬。唔該晒姑娘。慣咗嘛，慣咗叫姑娘。嗱，今次咧就係唔一個女傳家冇啦佢。冇啊有。係好嚟，準備開始。開始。黑頭，黑頭，一粒掌門人，掌門人，兩個，係兩老，三位三位，的士，的士四架， ，good，耳咩？耳屎，耳屎， 5粒安全套，安全套，六個，六個，百物，你當你傻嘅死人嚟㗎？俾個機會佢。俾咗個機會你，OK？由邊邊即開始啊？準備開始。頭箍，即刻呢啲邊亂晒。一個味蕾，未來兩，唔緊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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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下先，味蕾點數啊？好就問下佢味蕾啦。味蕾咪邊條嘅？兩塊，係一堆味蕾啊！係咯，我咪話堆咯，係咯，咪堆。係啊！擘大眼講大話，俾次機會，俾次機會。我又俾次機會你食添。起得衰格啫。總之一陣間咧，邊個輸你都食。你可以回頭啊，先。小仔，你開始，準備開始。胡鬚，唔到，一撇一邊尿片，尿片，兩兜，兩兜尿片，安全帶，安全帶，三件飛機，飛機，四架，四架，頭箍，頭又頭箍， 5個五個，鼻哥窿，鼻哥窿，六個，六個，腳毛，腳毛， 7條牛仔褸， 8件，乜嘢啊？孖生兄弟一齊，你一人一件咧，嚟。合緊家夫。哦，兩個人好嘢。話，睇下我有咩反應先？哇！你好似條金魚咧，就嚟冇氣啊！喺個水面嗰度係咁不停吸氣。誒，點解你玩魚仲未食完啊？食完啦，食完啦。哇！你做乜錯啊？如果你唔想錯過 TVB 嘅精彩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下邊嘅鐘仔。